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第一届台语微电影创作的竞选，有将近200件作品来参赛。这个评审伫颁奖典礼讲，实在想袂到，原来台湾有这么多少年人愿意来讲台语，未来会继续来扩大着台语的创作平台，鼓舞大家用本土的语言传承家乡的文化。 少年人听出来，会当呼吁更较侪少年人来讲台语、传承台语。这种人呼吁同辈青年做传承本土文化，第一届台语微电影创作评选结果出来啊！参赛者透过3分钟的微电影作品，表现台语实力。也会靠它的力道，都会着实打到我灵魂的深处。 得到专业组首奖演员杨慧敏摕到20万块的奖金，伊的作品灵感来自台湾古早囡仔伫耍的物件，透过台语表现出生命过程，特别引起人深刻的思考。不管你会不会讲台语，但是你都可以拍的过程当中，你就学习到台语。 这摆比赛分做专业组甲业余组报名都真踊跃。评审表示讲，一个台语文艺复兴的景象正在出现，有人感觉真安慰。未来将会扩大比赛形式，为台语影音创作打造更加优质的环境。